大家好啊！呢個禮拜日咧有場馬同大家分享下。第六場，而家睇睇第六場介紹咩馬先。第六場1600米彭越啊！嗱，而家睇睇佢上一年跑第3之前，6月18號最後試跑。嗱，一條長條型嘅中長途馬嚟㗎啦，冇模式嘅呢場。咁啊770長車呢場係跑第3嘅。咁樣對手好犀利喎，英俊飛驅。英俊飛驅上一場非常快步速，所以呢場係大熱門贏。火焰閃爍喎，哇！呢兩隻都夠殺啦。咁你睇睇佢而家箭嘴指住嗰隻，佢頭3對1分11個58咧，正常步速嚟㗎，唔快唔慢。咁咧有少少離內欄嘅，佢又好彩貼咗埋條欄度後尾。咁啊〜嗱，佢而家呢度咧，你頭先睇翻佢咧，佢其實啲模式咧，巷巷地。其實呢隻馬咧，應該係啲咧遲熟嘅中長途馬。我覺得佢咧，一陣間你睇翻佢今次最後試跑，隻馬有咩唔同啦？嗱，而家呢一度咧就擺個第3位，博薛偉嘅有嚟啦。但係佢嘅對手係英俊飛驅同火焰閃爍嗰啲馬。佢3隻一齊過終點，我覺得呢隻馬1600都係短嘅，應該係啲最後跑到2000。嗰個身形型格一條長條型，好似啲臘即係臘腸咁樣熱狗咁樣，冇咩肌肉線條，一步一步嘅。呢啲係長途馬嚟咧，1600都可能係短嘅。睇下佢而家咧，其實咧呢隻馬咧騎好耐咧先至俾到你，而家仲有200咧，佢先慢慢開始上嚟，係啊。最後100咧先開始衝嘅，你睇下。嗱，而家戰去最後嗰100先開始衝，根本呢隻馬再長啲都得嘅。好啦，咁啊跑完之後9日後贏啊呢場，又係1600。呢隻馬跑過4次1600，就2次跑第3，一次贏。就今年呢場落大雨啊跑第2。咁呢隻馬落雨啊 OK 喎，試過未跑1600遠地。呢場啱啱今季跑第2之前呢，佢跑過一場1400都係冇乜狀態，仲要排14檔啦，黏地都跑第2。咁而家睇睇佢啦，佢又係跑喺呢啲博薛位啊！哎呀媽，有啲速度咯，但係佢又唔係放頭啊，擺喺放頭後邊嗰啲馬嚟都幾好跑嘅。不過咧，呢隻馬咧最後應該係跑到2000嘅，我覺得1600咧佢而家都係短。嗱，啱啱5歲嘅呢啲馬。咁啊，應該係啲其實咧，未必係啲咁低分嗰啲馬嚟嘅。佢而家52分，佢係南半球嘅 PPG 嚟噶嘛。咁你新嚟嗰陣時都係52分嘅啦，而家去翻原有嗰個52分度，但係就跑咗年幾先至開始即係穩定咗。佢之前咧跑中地嗰啲4、5、6、7啊啲咁嘅位啦，而家開始咧越跑越前啦，因為咧路程啱咗，同埋隻馬咧成長咗。似即係定咗型啊，質素啊，可能你啲4班咧1600咧到2000咧，嗰啲馬唔係好強嘅啫。如果有啲能力咧，通常都入到3甲啦。紅衣醒目咧就蝕得多啲上嚟冚啊，衝一衝就冇咗啦。嗱，佢都係拉屎咧，嗰白領咧先開始咧，即係有啲力衝上嚟。嗱，睇睇佢今季啦，9月9號試一課集啊，8檔咁啊，睇一睇啊。梁家俊師咁啊！而家出閘咧，黃色衫、白色袖嗰隻已經褪到去外碟嘅尾5啦。咁啊試下嘅啫，其實係冇走勢嘅嚇。咁佢泥地咧又短咧，佢又試得好普通，出嚟 run 下嘅啫。同埋呢隻馬咧冇咩狀態，咁啊冇狀態又跑到個第2嘅1600。佢爛地好啊！嗰日咧，佢跑到嗰場咧落大雨，係啊，同埋同場一齊嗰隻開心宇宙都係嗰隻澳門馬嚟啊嘛，嗰隻馬都係黏軟地好嘅，係啊。佢而家喺外邊啦，你睇佢一路順住唔食沙藍色眼罩嗰隻，一路喺中外檔，咁啊唔俾隻馬食沙啦，輕輸腳頭走一走啦俾佢，因為嗰啲中長途馬可能個泥地性能又未必好添，可能咧呢度要開邊騎落去，但係反應都係一般，好普通。不過呢，呢隻馬跑1600咧，佢都係拉屎咧，騎到咧拉屎100咧先至有少少衝上嚟。
即係可能係長少少，佢1200更加要騎咧，唔算有走勢嘅。你一停咧，即刻慢車啲。落大雨嗰場咧就唔睇㗎啦，嗱睇翻佢10月1號跑完落大雨嗰場跑第2出嚟，你睇呢隻馬同之前比較有咩分別？啲毛色立立令，一條長條型嘅中長途馬型格靚啊！呢場其實嗱，跟住10月5號又挑一課，你睇下啲毛色同啲腳法好整齊，啲長途馬係咁佢唔會好勁俾你，但係咧好靚啊！呢隻馬而家你睇啲毛色同埋啲腳法幾整齊靚。咁啊睇埋個內圈啦，哇，好有彈力啊！呢隻馬，啲中長途馬有咁嘅狀態咧，即係呢隻馬嚟香港咁耐，最靚應該係呢一場，冇得傾。跟住啊睇睇配腳，第一隻要拖嘅有3班賽績，呢場馬好水，本領輝煌。咁啊馬咧呢次咧上年咧跑第3之前咧3班咧，輸俾元朗精英，6月15號挑。咁啊狀態咧正正常常咯。咁啊又唔係好靚，又唔係好差。佢今年都係，點解要拖佢？因為啲水準實在太低嘅場水，啲馬啲水準，大部分都係唔得嘅直情。咁啊排個1檔嘅，咁啊粉紅色衫嗰隻，咁啊點咧？嗱呢場步速啊超級無敵快啊，都係輸跑道，1分10個1啊！哇！嗰隻元朗精英都幾犀利，佢都係屬於擺前面嗰扎，都係屬於蝕快步速。咁佢係內欄賺快步速嘅，咁但係佢呢啲3班都比較強嘅組別入邊咧，跑到個第3咧，咁啊你唔好理啊！呢組係4班中下水準嘅1600嘅，好多都係啲即係直情都唔得嗰啲馬夾咗喺度，變咗嗰隻咧唔計呢隻啊，嗰個海船幸運5升4咧都應該係有機會係次熱門嚟，我覺得彭越就有機會係大熱門，係啊。咁咧，而家呢隻馬咧就喺個內欄度冇乜特別，一入隻路攤咗位捐上嚟，但係佢都係啲3班嘅賽績啊。咁啊3班嘅賽績同啲元朗精英啊、超易穩啊、升價嗰啲跑喎，喂鐵金剛，喂咁你而家落嚟呢度嗰啲馬真係水到唔水啊！呢組1600，咁佢係順滑流暢適宜出嚟嘅，你大家睇睇啊。嗱，而家啱啱呢度等到有位啊，開始慢慢騎。跟住前面綠色衫嗰隻咧就係元朗精英。好啦，咁啊元朗精英呢場贏咧，跟住元朗精英條跑線咧就跑到第3，隻超易穩咧就喺外檔度冚咗佢嘅。咁咧佢啊慳咗位喺內檔跑到第3啊，但係呢場係3班積嚟㗎嘛，而家落4班弱組度有着數。好啦，咁啊今季咯，咁啊跑咗一場泥地啊，跑第4都冇咩威脅。咁啊呢場跑完之後咧，佢都又唔係好靚嘅啫，不過我覺得呢場4班弱咗，佢有3班嘅賽績。首先又用埋潘頓要拖，咁跳完啲貨拍一拍，咁啊外邊嗰隻有啲即係正常咯，又唔算係 fit 嘅。不過要拖原因就係多講句啦，佢3班積，呢場4班弱組。咁啊跟住第二隻要拖嘅就係海船幸運，哇呢隻馬都幾堅。不過我覺得呢馬1400好過1600嘅啫。1400嗰啲積好強，又是今年頭嗰2場好犀利。而家睇睇頭嗰2場，嗱9月14日贏嗰場20場次5班，頭2段快到癲，57個7，佢仲要喺個嗱箭嘴支住嗰隻3碟嘅前邊嗰扎都好快步速㗎啦，佢有段時間仲係冇cover嘅。不過呢隻馬我覺得佢跑1400係勁啲喎，跑1600咧嗰啲積唔係好強啊。係啊，佢而家增程喺4班跑1600咧，所以變咗配腳多。即係如果佢5班咧1600咧就還可以，如果4班1600咧就驚驚地。雖然呢組啊唔係好強，但係都係1400好過1600積咯。而家個圓台喺外邊嘅，所以咧佢贏完呢場之後咧升咗上去4班，一樣係熱門嚟嘅。係啊。因為咧呢個積太強啊嘛，佢嗰日嚟內欄啊嘛，你睇下志在福星白帽藍衫藍袖咧守住條內欄，後邊賺快步速咧銳一 fit 到爆炸，衝上嚟跑第3，嗰隻紅當當跑第4，再出都跑第3。嗱，佢而家呢度沿途根本就係望空，係啊，望空轉彎嗰個呢度直路望空冇所謂啊，頭先轉彎望空就大鑊，佢一路咁樣騎隻馬一路有咁踩上嚟，你睇下。入邊嗰隻志在福星係慳咗位啊嘛，一檔又 fit 添，後邊嗰隻
銳一又難搞啊，成日都要後上，對住呢啲咁嘅 B 跑道咧，利前領利貼欄呢啲好窄使啊銳一。咁啊升咗班啊，又跑1400，又係快步速，咁啊睇睇個內圈啦，隻馬靚嘅，係啊。咁啊升咗班之後咧，仲輕磅啲，113磅，但係輸俾一檔嗰日利內蘭 B+2，隻準輝煌都幾勁㗎啦。咁啊而家睇睇佢啊，第4檔咁啊一出閘，咁啊準輝煌啊試兩個閘都係好 fit 嘅，排埋個一檔變咗2倍啦。但係佢咧臨場都落飛，唔知由8、9個可以落到6.4倍，嗰條 Q 咧就真係慘啦，得63蚊嘅啫。係啊，佢咁樣升咗班上嚟5升4啊！都仲係咁樣，即係證明個上場嘅水準非常高啊！啲友睇到啊，點都要拖佢揸隻準輝煌做膽。咁啊，沿途咧就而家喺邊個位咧？第6位，綠色衫白色帽嗰隻。咁咧佢一陣間咧就急嘅喎，喺個彎位度咧就移咗出去中外檔喎。呢場咧就係快步速嚟嘅，57個8嘅都係。嗱，佢呢度咧已經開始咧，利內蘭佢已經開始移出去大外檔嗱。呢度已經急咗啲啦，佢如果留一留咧，捐咗入條內欄度咧，即係二碟嗰度咧，跟住粉紅色衫嗰隻咧，佢都一樣有位，佢又急咗啲，呢度衝出去，咁啊蝕少少啦。咁我隻贏佢嗰隻準輝煌咧，就留住喺我個內欄嗰度，慢慢轉個細彎，慢慢上嚟贏佢。後邊嗰隻天天更好都勁嗰隻，下次都要留意啊！佢鬼鬼祟祟咁啊，阿潘頓唔係點騎嘅，你睇下。係咁以撩下咁衝上嚟嘅，你睇潘頓邊係咁跑馬嘅，真係呢隻都勁嘅，天天更好，但係都要記住嗱，佢衝上嚟跑第2就唔勁嘅個勢，跟住第3隻要拖嘅冷少少嘅長勝威龍啊，咁啊而家睇睇咧，佢上一年跑第4嗰場啲模式係行又唔勁，腳法又唔整齊，冇乜嘢狀態。咁啊試完攞跑馬地12檔就跑第4。嗱，呢組水準唔高嘅，因為係快步速，1分15個6就慢時間，佢係選擇 drop back 嘅，即係12檔留喺後邊個內欄，嗰一個內欄就唔係好特別好嘅啫。嗱，因為點解佢唔係好犀利咧？呢場馬有一場咧，智旺財咧就頭3段1分16個19咧，但係佢總時間都係40秒08啫喎，佢5班同4班差唔多喎，但係佢4班呢組咧係快步速嚟喎，1分40秒正，佢自己做咩啊？1分40個2都唔係叻，佢後邊衝上嚟嘅，留住一段，因為佢賺咗個快步速15個6。嗱，但係隻馬就冇乜狀態嘅，咁啊而家咧就留喺最後啦，一隻直路咧就移咗中外檔度爆一段，咁啊恰可啦，唔算勁。跑完呢場咧就再輸多場咧，今季咧有一場咧又跑得唔錯喎，我覺得一陣間俾大家睇睇，同埋今季嘅狀態咧，我覺得咧係比上一季咧好咗，可能咧呢啲馬咧成長，而家4歲開始踏入。嗱，呢隻馬咧而家咧慢慢咧喺中外檔嗰度尾3嗰度，而且中外檔冚。咁冚翻下第4，但係水準就唔高嘅，因為時間偏慢。5班16個幾都40秒08，佢1分15個幾4班40個幾嘅頭馬，佢40個2嘅啫。係啊，佢只不過係快過嗰隻5班嘅威威父子咧，梁成威父子5班馬嚟嘅。咁啊呢場跑完啦，到今季啦，咁啊今季咧又點咧？好似勁咗啲喎隻馬，冇咁模式冇咁行，同埋咧 sharp 啲嘅呢隻馬。上一年咧比較柔少少，呢隻馬今年咧好似靚咗啲。咁啊會跑成點咧？咁啊試完今季啦，咁啊睇睇佢啊。而家咧又一出閘就喺最後嘅。咁咧箭嘴指住嗰條 B 跑道咧，就大利內蘭喎。佢而家呢個位正啦，再賺埋個57個9頭1000嘅快步速。咁啊呢度跑就冇錯啊！佢出邊嗰隻咧就係醒目先驅嚟嘅，咁啊前邊嗰隻咧就長隆區就跑第4嘅。咁而家睇下點啦，嗱定住呢啲位正添啊！如果前一格就好似長隆區呢啲位，咁啊攝住內欄又賺埋個快步速，但係入直路咧有一段冇位上，咁冇位上嗰隻馬咧窒一窒咧褪咗喺後邊，好似唔想競逐咁。跟住攞翻正個平衡咧，有啲空位俾佢罅隙上咧，即係有位置俾佢上咧，佢就又撲翻上嚟，咁啊應該都唔可能喎，
唔可能佢如果有位上到去撲咗上嚟，但係就未必贏嘅，但係會再近啲啊！呢度轉彎轉個細彎，咁你前面嗰隻咧開始慢慢騰啊！咁你隔離左右有話包住咗啦，呢度冇喐過手，佢但係隻馬冇喐手之後咧，佢唔知係咪覺得個騎師唔係點約束佢，騰咗喺後邊啦呢度，騎內冇。嗱，當佢攞翻正個平衡之後，你睇下呢度，佢自己冇乜點騎，佢自己撲翻上嚟嘅呢度，係啊，你睇下，都冇乜可能嘅，正常一路咁騰喺後邊噶嘛。咁咧翻嚟隻馬又好似靚咗喎，睇睇。咁啊睇埋個餘勢啊，個餘勢嗱，呢度你睇。係咁以推，佢真係上翻嚟喎隻馬，嗱係咪啊？自己撲翻上嚟，咁如果嗰度褪咧，應該褪咗喺後邊嘅嘛。可能見到塞咧，個騎師冇約束佢咧，有啲馬咧佢自己 slow down 嘅。好啦，咁啊跑完翻嚟啦，10月3號，咁啊喺內圈嗰度都係差唔多，即係同上一場。咁啊，但係發覺啲模式就好似好過上一年啲，冇咁暗。好啦，咁啊最後試跑啦。黃志宏過檔，咁啊好即係你，因為啲馬冷啊嘛，你拖埋佢咯。其實就冇，因為呢場水準嗰啲馬水準唔高啊，呢啲馬有啲進步，拖下佢。好啦，咁啊睇完晒介紹咧，就發覺咧嗰隻彭越咧，今年嗰個狀態咧，應該佢係一隻遲熟嘅中長途馬。佢之前跑嗰啲1400，成日都係得個近字。但我睇佢跑1600咧，佢應該仲係短嘅，遲下可能跑到2000。嗰個體型咧，好明顯啲長途馬款，一條個臘腸咁樣，冇肌肉線條嘅，冇乜，咁就好幼嘅啲步。咁啊，呢啲係長途馬。你睇佢跑1600咧，後期上季尾咧到位嗰陣時咧，佢其實咧都係拉屎個100咧先至撻得着咁上嚟。咁啊，可幸佢次次咧都守到啲內欄搏蝕位，佢又唔搶口嘅，但係佢係有啲前速嘅。咁啊，呢啲長途馬幾好。佢基本上咧，我覺得佢而家5歲咧就開始跑呢啲1600以上嘅路程咧。就如果而家今季嚟講咧，如果保持住冇咩傷病嘅咧，基本上咧，如果喺4班咧，場場都應該喺度。係啊，即係冇乜馬。你睇下呢組嘅第6場嘅4班1600咧，季初咧有好多馬咧都跑10幾直情，有好多咧就直情係嗰啲咧試閘都冇走勢嗰啲南半球嗰啲 PPG 咧，跑1000、2400都係輸得好遠啊！上嚟1600試下，但係都係輸基本上。咁啊呢隻馬咧呢一場入邊咧就比較突出啲。又有狀態啦，1600又準啦，其餘嗰啲都唔係咁好嘅。咁啊，至於嗰隻海船幸運咧，就因為佢跑完之後冇神操睇咧，就標榜翻佢今年嗰2場都係勁嘅，但係就係1400嚟，1600就可能冇咁好嘅。咁啊，但係你呢場馬水準弱咧，但係要拖呢隻咯。咁咧本領輝煌咧，佢有3班1600嘅賽績。對住呢個4班弱組咧，咁你又拖埋佢用潘頓，雖然135磅咁，潘頓都活磅啦。咁啊，仲有一隻比較冷㗎啦，呢隻長勝威龍咧，即係我覺得佢咧比上季進步嘅。雖然上季4班1650跑馬地嗰場咧，就快步速慢時間都係啲比較差劣啲水準唔高嘅賽事，但係佢今年咧跑嗰場咧。雖然係賺咗個快步速，賺埋條內欄啊，但係咧，你見到佢入直路冇位上，有時啲馬咁，你唔約束佢咧，佢自己 slow down，褪咗喺後邊。佢其實唔係冇，咁佢如果你見到入直路褪咗喺後邊，突然間佢俾2步又唔好大力，佢有位上，佢自己又速翻上嚟。咁啊，可能呢隻馬咧今年係有進步，亦都係啲比較啲可能係啲長少少嗰啲馬嚟。咁梗係一場水準低啊嘛，呢啲有進步。有啲能力嘅馬咧就拖埋佢。至於隻開心宇宙咧，大家你自己睇啦。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咧，係隻彭越搭隻開心宇宙係大熱門 Q 嚟。所以我覺得開心宇宙咧，佢上年簽攞幾場咧嘅狀態係比今年好。今年佢一出跑第3咧，可能佢係冧冧地好嘅啫。我見到佢目測佢咧，佢個狀態都
回復唔到上一年咧開始跑得好1600或者贏嗰陣時嘅狀態，好似差少少。今年跑第3嗰場可能係因為因應變化場地，呢隻馬咧係澳門馬嚟，我見佢睇澳門啲賽績咧，佢澳門都黏遠地咧，嗰個場地差少少嘛，澳門佢都跑得好，可能佢係黏遠地特別好啲。上一場係啱啱嗰場係落雨，咁啊彭越都係嘅，上一場都係落雨佢跑得好嘅，但係彭越呢場馬靚啊嘛，所以咧揾佢做膽可能佢係大熱門。如果搭隻開心宇宙可能係大熱門 Q， 所以我又唔想搭隻開心宇宙，諗佢拖啲冷少少嘅本領輝煌啊，海船幸運啊，同埋嗰隻長勝威龍啊。嗱咁啊咁買嘅隻彭越咧就一 win 3批，咁啊連贏位咧就彭越做膽 top 1號本領輝煌，咁啊10號海船幸運同埋9號長勝威龍。咁咧如果隻長勝威龍佢好冷嘅咧，咁就我20蚊條噶嘛嗰個位Q， 咁啊10蚊位置 Q 就10蚊 Q 正 Q 嘅。如果長勝威龍可能幾十倍嘅，呢啲馬冇乜突出啦，因為佢而家無端端咧又減多幾磅添啊！揾下黃志宏，我上場跑完之後咧減咗2分，跟住再揾下黃志宏減5磅，無端端減咗7分。咁啊上場都咩124磅，而家減咗8磅，116磅又輕磅咧。希望佢走上嚟，走到第3個可能做條位置 Q 咁啊！咁啊10蚊 Q 10蚊位置 Q 啊！二重彩都係咁買㗎啦。咁啊彭越做膽拖1號本領輝煌，9號長勝威龍同埋10號海船幸運嘅二重彩都咁買。Q 咧就係、都係一樣，不過咧如果隻長勝威龍係冷嘅咧，咁啊10蚊 Q 10蚊位置 Q 啦。好啦，今日又同大家講咁多先，希望大家訂閱、點讚同分享嘅，希望大家贏多啲、開心啲、快樂賽馬。都係嗰句啦，如果我條片幫到大家手嘅，後邊有3個 QR code，希望大家可以請我飲杯奶茶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大家好啊！呢度咧有2個 QR code，WeChat Pay 同 Alipay。而家咧孫總要求咧加多1個轉數快嘅。仲加多1個轉數快，3個，咁咧大家咧就多咗個機會咧請我飲咖啡啦！多謝大家俾面嘅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